这个月初二，台铁有一帮新型的自强号经过台东金轮车头的时阵，无代无志车线向向紧急动落来。经过调查了后，发现讲是有民众若像挑工去救车厢内底紧急停车的车洞造成的。目前警方是已经登咧查这个旅客身份，若确认有违规，就会依铁路法加以处分。月台顶面停2台列车，人客换大包小包，对于一台新自强号要换坐另外一班的启功号，也不过人真多，大家只好慢慢排队，无法度及时上车，实在也是真无奈。原来是这班新自强号，唔知安怎向向动起来。因为他当下就是突然紧急刹车，我们在车头那一部分感受是还蛮强烈。来的车子，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让每个乘客都有座位的。那你原本是有座位，变成没座位。代志发生伫2月初2，这班数理次对像那开往新左营的新自强号，经过台东金轮站时，不明原因自动动车，结果台铁检查发现，敢若因为第9车有人客甲车门边的这个车洞闸扭落来，了后就家己伫金轮站落车，这造成列车自动动车，临时停靠伫这站。台铁公司也赶紧调派其他列车来转搬人客。好玩吧？好奇吧，车上旅客如果是在走动或者是站的状况下，就会跌倒了。台铁讲，每一个车厢的门边拢有这个车洞闸，主要是要让列车长会使因应突发的状况，赶紧停车来使用。为了避免互人乱扭乱摸，也拢有警示来禁止人乱叮当。有的车长要用挂来扛起来。这摆事件明显是民众挑工的，所以报警处理。任意操控铁路站车设备或以他法妨害系统设备正常运作，可采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。警方讲，除了以铁路法开罚，若是造成公共危险，也依照刑法来扣办。因若这摆事件民众虽然无受伤，不过行程也延误至少2点钟，乘客拢感觉真生气也真无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